唐特助，刘总，有个紧急的事情跟您报告一下。唐特助，淡定一点。你跟了我这么久，连我最起码的沉稳都没有学习到。我刚得到消息，罗茨先生是此次超文培训班的特邀讲师。什么？刘总，您真的没事吗？没事儿。昨天晚上有些失眠，空调开太大，感冒了。今天我不去公司了，你把要处理的文件送到家里来。刘总，您失眠是因为田助理出国培训，讲师是罗茨吗？你工作不饱和吗？我这就去饱和。哎呀，真是伴君如伴虎啊！电话里火力都这么猛，见面了岂不撞枪口上？哎，早啊，唐特助。早啊，田助理，来的真是时候。啊？刘总，你都生病了，偶像包袱不要太重。你怎么来了？唐特助呢？唐特助说你感冒了，我来看看你，顺便送个文件过来。你等我一下，我收拾一下自己。哎，其实我觉得你现在这样，有种颓废的凌乱美。真的？当然是假的，你还生着病呢，不要因为我来特地折腾。就这么一会儿，你就旧貌换新颜了？我无需太多修饰，生着病也可以帅得很天然。对，刘总一直帅得很天然。来，把药喝了。阿田，我的漫天星辰和定情信物你都收了，你的爱心小饼干我也吃过，你还生疏的叫我刘总。那我不叫你刘总，叫你什么？我都已经习惯了。你可以叫我欧巴，或者哈尼。太酸了，我可叫不出口。那好吧，那你先把药喝了。太烫了，我不喝。那我去给你兑点温水。那太凉了，我不喝。你到底喝不喝？我生病了，女朋友还凶我，还叫我刘总，我怎么喝得下呀？我善意的提示你一下，你还只是试用期。试用期男友也是准男友。好吧，那以后我叫你西兰，但是在公司我还是要叫你刘总。既然你已经吃完药了，我就回公司了，不打扰你办公了。
阿田，我到现在还空腹呢，你就让我办公，好狠的心啊！他这样撒娇还有点可爱。那好吧，那我去给你做早餐。起来，你的营养100%早餐。坐下，陪我一起吃。真希望时间能暂停在这一刻，你不用出国。还是不舒服吗？嗯。但是好像已经退烧了。退烧了就算好了吗？退烧了你就可以走了吗？退烧了你就可以不负责任了吗？退烧了……好，我留下。那需要我做什么？你陪我聊聊天吧。你想聊天？这个你应该很熟悉，这个是咱们公司研发的新一代 AI 玩具，既可以满足你随时想说话的欲望，还可以陪唱。你要不要试一下？钱小姐想要聊天吗？那可以跟我们公司新研发的智能 AI 机器人好好聊一聊，它可以满足你所有说话的欲望。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呀？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哎呀，阿田，我头好像更疼了，不想聊天了。哎，你不是头疼吗？确定要看电视吗？看电视是转移注意力的最好方式。成，那看什么？就这部吧。扑通扑通，喜欢你。你一个霸总，居然看这个！好，看，你生病了，你说说。不如我们换一个吧。阿田，我觉得挺好的呀，真情流露，就是会情不自禁吻自己喜欢的人。那快进一下。现在的电视真是少儿不宜啊！你不看了，你先休息一下。可是，我们不是少儿啊。啊？你摘手表干嘛？手腕有些紧。你解衣服干嘛？有点热啊。
你现在在干嘛？你还生着病呢。阿田，我有话想和你说。什么话？你能不能留下来，不去出？这个海王还真是会卡点搞破坏。喂，学长，我机票还没有订，你先选你的座位吧。我不想给你自由了，我这不是亲手把阿田送到敌方阵营吗？3个月，该发生的、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。不可以，我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拜拜。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阿田，我心碎，我难受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坐，刚刚不还挺好的吗？是感冒加重了吗？我现在头晕目眩，如遭雷劈啊！头晕目眩，不会是晕红症犯了吧？嗯。现在还晕吗？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就还好。我一想到你要离开，我就胸闷的难以呼吸。是不是晕红症真的复发了？怎么好端端的就复发了呢？他误会了，晕红症？难道这就是天意？学妹，我们都选这趟航班怎么样？坐一起还能相互照顾一下。照顾？我的女人干嘛要你照顾？阿田，我感觉我离不开你了。我觉得现在整个屋子里全是红色的，天旋地转。你的晕红症好像更严重了。不行，我现在带你去见李医生。李怀，不用了吧？我有你就好。李医生，他现在看什么都是红色的，是不是他的晕红症升级了？升级？啊，那个升不升级呢？还是要等我给他进一步检查之后才知道。田小姐，麻烦你先在外面等一下。为了留住田小姐，这种招你都想得出来？我不是有意要骗他的，是阿田先误会我晕红症复发，我只是选择了不解释。可是，田小姐，她不是很想出国参加培训吗？出国培训每年都有，但是阿田跟罗兹他们2个孤男寡女相依相伴，在国外待3个月，我就不一定有机会了呀。这件事情比较特殊，我很难配合你演戏。兄弟，我的幸福就在你的一念之间呢。
那你直接告诉田小姐，不希望她和罗先生一起出国不就好了？我说不出口。况且，把我和罗慈那个花拳绣腿放在一道选择里去选，我不同意。都是我去选别人。更何况，我要是被拒绝了怎么办？没想到啊，向来自负到无敌的柳熙来，也有如此不自信的时候。我是不想浪费上天给我的机会。我一定要把车门焊死，绝不让阿田下车。等我男朋友的身份转正，我就花重金请业内精英给阿田开小灶。田小姐，进来吧。李医生，怎么样？难道很严重吗？西来这个晕红症啊，本来就是心因性的。这个作为朋友呢，我是很感谢你的出现，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了啊。更重要的是，让他变得像一个正常人。你这怎么听起来好像不太乐观啊？我不清楚你们之前有什么渊源啊，但是你确实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打破他心结的人。这一次呢，也是心理原因，可能是因为你的某些变动啊，让他安全感消失了，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子。因为我的变动。田小姐啊，还是那句话，解铃还需系铃人。西来的心病呢，还需要你细心观察。阿田，李医生的意思是，陪伴就是治愈。我需要你多多陪伴在我身边，观察治疗，是吧，李医生？啊，或者呢，你可以找到他恐惧的真相，带他直面恐惧，打开心结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在善意的帮你和田小姐加速治疗进程。直面恐惧。嗯，李医生，我懂了。哪里？你懂了？